由海岸商圈主办的2022台南甜点节，今年迈入第2届举办。海岸商圈理事长黄顺平表示，台南在地饮食文化，和甜不只是食袂调味，更差不多成为台南美食代名词。4位市集伫海岸商圈打造的梦幻组合，邀请到台南将近30间甜点好店，以及70间美食业者，希望透过活动，和甜甲在地文化影响，会当创造出更侪化学作用，和台南的甜文化有更深高的凝聚力。2022台南甜点节在海岸商圈。那这一次呢，我们集结了台南的甜点名店有一些很不错的甜点，像可丽露还有像我们花时间的产品还有我们精英酒店的产品等等之类的都集结在我们的海岸商圈要让家在周末享受甜滋滋的幸福啊！全唐城市蚂蚁人大暴动啦那我们的市长也是我们的全唐市长那这边除了有我们的甜点名店，还有我们的4位市集的一些手作摊商也会在我们这边做集合。不只是甜点甲美食，活动当中嘛有真侪文创以及手作单位通好买，甚至还有马戏表演、街头艺人的演出，互来参加活动的朋友好吃好势又个好耍。走走逛逛吃甜点，记得也呼吁大家一定要配合我们现场的防疫措施一定要记得戴口罩，配合我们现场的防疫指引，不要边走边吃我们定点饮食，逛得开心，吃得开心，也玩得安心。那欢迎大家，也有表演还有我们海放街头马戏跟一些缺席舞团的表演，邀请大朋友小朋友来享受一个甜滋滋幸福的周末。2022台南甜点节将伫3月19到20號2天登場。介意美食甲甜點的朋友，這個周末下晡一定愛來海岸路行行看看。台南新聞嘉碩為採訪報道。